Hello，歡迎大家收聽。我想和你慢慢活。你有冇發覺，每一晚當我哋攤上床之後，都會忍唔住睇電話，結果就越睇越清醒。有時明明好攰，但係一合埋眼，個腦就會出現日頭各式各樣嘅煩惱。其實我哋瞓覺之前嘅行為，會非常影響當晚嘅睡眠質素。今次我哋就試下將瞓覺之前嘅活動改做5分鐘大腦關機模式，放低今日嘅壓力，睇下可唔可以提升睡眠質素。而家請你將燈光較暗，然後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瞓好。我哋會先做幾下深呼吸，吸氣，我感受吸氣；呼氣，我感受呼氣。慢慢嘅吸，慢慢嘅呼。吸氣，我感受身體而家嘅感覺；呼氣，我放鬆全身，感受，放鬆。吸氣，我感受呢一刻嘅溫度；呼氣，我接納呢一刻嘅溫度。吸氣，感受溫度；呼氣，接納溫度。第一步，我哋會先釋放今日嘅壓力，想象今日所有嘅煩惱都好似沙漏入面嘅沙咁樣，慢慢流到去大地之中。身體嘅壓力、緊張、疲勞都好似沙一樣，全部流到去地心之中。吸氣，我感受身體有壓力嘅地方；呼氣，我將呢啲壓力放低。吸氣，感受壓力；呼氣，放低壓力。第二步，我哋會做一個感恩回顧，回想今日一件你覺得值得感恩嘅事，可能係食咗好好味嘅嘢，又或者係某個人嘅微笑，任何一件你覺得開心嘅事。吸氣，諗住呢件開心嘅事；呼氣，對呢件事送上感恩。吸氣，感受開心；呼氣，送上感恩。
嚟到第3步，我哋會為身體各個部分逐一熄機。首先由腳趾開始，感受你每一隻腳趾，想像佢哋好似一盞盞細燈，你每呼一口氣就會吹熄一盞，直到10盞細燈都完全熄滅。然後輪到膝頭哥同埋小腿後面嘅肌肉，你可能仲感覺到日頭行路嘅繃緊。而家你可以同佢哋講，可以好好咁休息啦。膝頭哥同埋小腿後面嘅肌肉會隨住你嘅呼吸，慢慢越嚟越放鬆，越嚟越放鬆。接住嚟到我哋上半身嘅熄機程序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腹部同埋腰背嘅肌肉；呼氣嘅時候，所有肌肉都一齊放鬆。隨住呼吸，胸口嘅起伏會越嚟越慢，越嚟越慢。每一個呼吸都會越嚟越長，越嚟越深。最後，我哋嚟到頭部，感受你雙眼嘅眼皮。你可能會感覺到眼睛已經幫你工作咗成日，非常疲倦。你可以同佢哋講，而家可以好好咁休息啦。隨住每次嘅呼氣，眼睛嘅疲勞都會被輕輕咁樣帶走。吸氣，感受你眼睛嘅疲勞；呼氣，讓眼睛嘅疲勞飄走。吸氣，覺察疲勞；呼氣，送走疲勞。我哋已經完成咗身體嘅熄機程序，你嘅身體而家就好似一部進入待機模式嘅電腦，所有嘅程式都已經停止運作，淨係保留咗最基礎嘅呼吸功能。如果你已經準備好，邀請你帶住呢份咁平靜同埋放鬆嘅心情，進入你嘅睡眠狀態。晚安。